售股第一咁嘅建行跌9%，平保同舊年破過100蚊嘅高位比，冇咗78%。內房股更加大洗倉，拯救政策都冇幫助，1成起，3成先至止跌。有線電視記者黃佩琪報道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：預計市場有較大波動，有需要時政府會採取相應措施。今日個交投咧，仍然係咧係有秩序咁樣進行嘅。咁我相信個股票市場咧喺跟住嚟咧都會係繼續波動，同埋波動嘅篇幅咧都會相當大。咁我哋會留意嗰個市場嗰個情況㗎啦。咁我哋亦都睇到咧，今日嗰件事咧就同呢個賣空嘅活動咧就唔係有好大嘅關係嘅。咁啊主要咧都係啲基金服務嗰方面咧就嗰個市跌咗落去嘅。咁我哋咧亦都會密切留意市場嗰個情況。如果係有啲需要嘅話咧，我哋咧就會可以好快咁